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薇。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增加2例本土，其中一个病例是幼儿园的老师，目前已经可能52个人全校停课14天。40万吨破咱送的 AZ， 还有咱家己买的41万吨 AZ， 今日到货会提供给第8轮要注第4吨 AZ 的民众注射。高雄旗山老街出现虎头帮的树，店头街用尊重性命做理由，拖3天才予人处理。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国内增加2例本土，4例带病入境，好佳在无人染病死亡。最近上予人烦恼的是，3个中型的技师做过2档疫苗了后，也是确诊，而且佫话互厝内底的亲人。即马有人都认为讲，指挥中心取消机组员定期抗体检测，可能是这边危机主要的原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初5国内增加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2例本土、4例境外，其中2例本土是新北市40外岁男性加30外岁女性，是大做伙家人。16128例是9月初1出现扫发烧、头痛、会忝的症状，初4就医采检确诊。161298月27到30期间出现扫、食无味等，因为16128检验阳性，由卫生单位安排隔离采检确诊。卫生单位已匡列这2人的接触者有50人列为居家隔离，另外有49人的风险待评估后再行匡列。事实上，为了确保国内机组员的疫苗保护力，指挥中心进前针对做过完整疫苗的机组员，执行每3个月1摆抽血检查机组员体内的抗体浓度。不过最近却取消，也和外界质疑政治3位中型技术出现突发性感染，跟这有关系。第一次的筛检以后，在我们的几千位的机组员里面，其实只看到了7位同仁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的状况。在这些机组员在什么时候需要追加第3剂的疫苗的施打，已经不是在每3个月去验他的抗体，那个部分已经不是真的有那么实质的意义，而是在后续我们的处理以及后续的对这些机组员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的检疫模式才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在国内头一批 BNT 到货了后，指挥中心表示将优先予12至17岁校童族群组。不过有家长就烦恼，高中生即马拄好买做 HPV 疫苗，那个时间受晚，敢会有影响 ？COVID-19 跟其他疫苗就至少要间隔7天以上，预定23号这一周开始打，高中生打完之后再来国中生，所以应该是说国中跟这个他的 HPV 疫苗至少会有差2个礼拜以上了。各个 Delta 病毒流行了后，早已经开始做第2、第3剂疫苗。前疾管署长苏耀仁在这期台湾也咧从第1剂的注射率，伊认为是破真大，应该量早予老大人做完第2剂。对此，陈市长讲，当然希望全民会当赶紧做，当第1剂做到一定的目标程度，会予第2剂也赶紧做。不过这拢要看疫苗的进货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2例本土个案拢伫咧新北市，是一对翁仔某。其中确诊的这位太太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目前计共有52个人互列名单爱检疫，全校嘛爱停课14天。新北市初5增加2例本土个案，拢伫土城，是一对翁某属于家庭感染。先生伫初4确诊了后，太太初5早起PCR阳性确诊。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所以一早我们就开始扩大匡列、扩大采检，所以接触的有68人，以及居家隔离有55人。因为确诊的太太是幼儿园老师，新北科大科的幼儿园42个囡仔甲10个教职员，总共52人。幼儿园为初4开始停课到17停课14天。新北市公布，甲确诊中型技师接触的36个新北居住者，甲确诊学生共校的28个新北学生 ，PCR 拢是阴性，也因为有110万人收到细胞简讯，其采检人数增加。通市长郑文灿去采检站视察，桃园11间的接近病院甲2个社区采检站运作拢真顺利。我们采检能量是够的，一天采检到8000人都没有问题。在其中检疫所的
这个居隔的所有的这个学生跟家人，还有相关的接触的民众，那么300多位，那么全数的结果都是 PCR 阴性。中营也针对1300个技术员做 PCR 采检，地方参建议中央考虑对技术员做第3期疫苗。针对这摆中营技师做2期疫苗了后，还佫遭到突破性感染，有医师认为，以英国甲以色列拢是第2期做完6个月了后才做第3期，到底要隔偌久才做第3期，议员要佫评估，才袂影响到免疫系统。但台湾的一个机师大部分在5到6月左右完成2剂注射，所以在短短2个月内再做一次追加注射，其实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许保护力不但不能够有效维持长时间的一个高浓度存在之外，更可能造成免疫系统的损伤。医生表示，疫苗的延降期死亡甲重症的比例，不过未当解决感染的情形。除了做好边境防疫以外，做疫苗加挂随安做好防疫，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有袂少疫苗到货，包含早起有40万筒的波兰送 AZ， 头拄下晡有咱家己买41万筒的 AZ 嘛送到啊，加起来计共有81万筒。指挥中心就表示，这款疫苗规划会伫咧刷落来第8轮，提供予要做第2档 AZ 的民众注射。下午透早6点16分，波兰政府管的40万剂 AZ 疫苗到桃园机场地勤人员将放入会场疫苗下落了后，送去指定应毒物流中心放，等待检验风险。总统川普伫面册感谢民主友好共同抗疫。强调波兰是自立陶宛、斯洛伐克甲捷克了后，第4宣布关台湾疫苗的欧盟成员国。行政长苏贞昌强调，去年台湾捐予波兰100万片催安者物资，这是善的循环，朋友之间互相帮衬。我们关心波兰，现在善的循环。波兰知道我们需要疫苗，他捐赠40万剂 AZ 给台湾，这可以看出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也看出世界各国越来越关心台湾。除了波兰管的40万剂 AZ 疫苗以外，台湾透过 COVAX 的第3批 AZ 疫苗41.04万剂，也在下午下晡到台湾。9月13号以后满这个10周以上的那都可以纳进去了。当然还是主要以长者为主要啦，就是75岁以上的。指挥中心表示，这批疫苗是台湾透过 COVAX 买的476万剂 AZ 疫苗的其中一部分。4月测试第1批到货19.92万剂，第2批5月19 41.04万剂，9月初5这批41.04万剂，目前有102万剂到货。到台湾的 AZ 疫苗检验风险作业了后，会提供给大家来做。这批效期到今年11月30。记者综合报道。今中营技术的确诊风波愈传愈快，即马各县市拢当咧无用甲有感染风险的机组员甲家属送去居家检疫。不过，即马所传出讲，防疫巴士咧接送的过程当中，因为车顶无便所，所以就发药珠仔互民众穿的争议。指挥官陈时中是出面驳回讲，发药珠仔只是惊车顶伤过远，有人会挡袂牢，谈好应急。因当前技术突破性的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扩大抗疫名单，搁采取预防性集中检疫措施。因各县市安排防疫巴士接送过程，传出真侪争议。像空调不足，也是防疫巴士无便所执法转流部，无规划去便所的方案，会感觉服务弱。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桃园市康复员职业工会联合提出真侪建议，包括中央应该量早统一订定防疫巴士运输指引，改善通风甲空调，应该做有便所的游览车做防疫巴士，跟让血压甲费用，确保防灾的人的运输安全。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在对一个人来说是某种羞辱，因为第一个是很多游览车上面都会有厕所，因为现在我们在征用的防疫巴士都是公车巴士，它没有厕所这个东西。那第二个事情是，你其实就是把流动厕所调到休息站去，或者调到某个集合点让他们上厕所就可以了。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表示，无规定运输过程中袂当去便所，发抓流部只是防万一。这些是预防说，万一你塞车的时候，那路途又遥远，那没有休息站，那都是一些不得已的方法。
好，以防万一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来使用的，并不是规定一定要这样子用。但市长也强调，伫厝检票地点以目的地来做安排，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派车接送，会要求尽量做好车顶的通风、甲人员的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央的一个确诊期数捌伫咧高雄行大，所以高雄市即马长紧张，侪所在拢在大消毒。另外，高雄目前也是禁止无带做伙民众烧招拍麻将的。毋过，昨日所有民众咧逃逸，警察到位的时阵，脚卡阁走去密伫咧楼梯顶，即阵人上当会食7万5的罚单。警方9点头一楼发现厝主甲一道白火的麻将煞无人耍，厝主眼神怪怪，警方就去厝楼尾顶找。4卡，搁减1卡，搁1卡诶，叫我出来。哦，等下连你有代志哦。搁一个咧。我知道啊。警方到厝楼尾顶找出味的民众，疫情一级警戒期间，高雄禁止毋是共大人无必要的社交聚会，免拍麻将。尤其最近全台疫情拢因飞机师染疫，拢真紧张。高雄有50多飞机师16119例行踪，市府针对伊去过所在全面清消，但过也是有人违规囤珠。麻将桌上还留有未打完的麻将牌，现场没有发现赌资，也没有发现赌博的民众。警方伫现场发现厝主在内总共2个查甫、3个查某，虽然拢有挂嘴暗，暗过无配合禁止拍麻将的防疫规范，拢爱开单，可能上悬应罚到7万5。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基山老街一间金马店的窗仔外口，有一粒真大粒的虎头蜂的手，附近的店家甲过路的民众拢真惊吓。毋过店头家说是用尊重生命做理由，已经拖3天啊，今仔日才答应互农业局来处理。毋过因为老家游客今仔日是袂少，就要等暗时才有法度摕落来。礼拜日高雄基山老街游客袂少，打也真济。啊，毋过遮伫银楼边的店家煞是心惊惊，因为厝边一头窗仔出现篮球大细虎头蜂手，虎头蜂飞来飞去，打店内卖衫拢看得到。还有骑车经过，然后就风，然后附着在他衣服上，啊，他害怕，啊，稍微这样拨一下就把它遮下去了。一定会紧张，因为带小孩出来，对啊，所以就怕。地方有要求爱办蜂收，却传出农业局委托的猎蜂队3摆上门，所拢被拒绝。屋主不同意的时候，我们无法拆除。那经过这几天的协商之后，屋主也同意让我们前往拆除。因为它是生命啊，你觉得我有把它拍下来耶，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草里面在动作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生命很可贵。银楼业者表示，虎头蜂会食害虫对生态有帮助，因为尊重生命认为研究机构对离开才拒绝。啊，不过经过里长协调之下，同意配合。啊，不过强调，外界怀疑虎头蜂是因斗饲的，这是无实在代志。做事的虎头蜂根据了解是常常看到的黄腰虎头蜂，个性较温和，袂主动攻击人。啊，不过人若去定着，伊原会出现红肿、烧疼现象，严重时阵可能会昏迷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塔利班宣布讲已经甲阿富汗上尾一个反对势力的据点庞吉下攻落来，伫首都欢喜咧庆祝。不过反抗军是出面讲无迄个代志。另外，昨喀布尔有90个富人人上街抗议，但是说互塔利班牵催泪假使，甚至佫用电击枪甲因驱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路，这是真无平静，数十名上街要求两性平权、行会工作权的妇女，伫游行途中，互塔利班部队以催泪假使赶走。真侪人砸甲一直扫袂停，因为有权无愿意退，大量争取，也对外控诉塔利班各种暴力的组织活动。حکومت پیشین کار میکردم ما با جمعی از همکاران ما یک جا با راه اندازی رفته بودیم با دروازه اداری امور قبلا که اونجا بریم پیش از اینکه همکاران با هم جمع شوند با هم منسجم بودیم تیت و پاشان شدن طالبان با دنده برقی خانم‌ها را برق میدادن گاز اشک‌آور زدن با 20年了后，重新过来的塔利班想要打造温和形象，表示女性将会当按照伊斯兰律法保有教育甲工作权。因过实际情况犹原无乐观，首都连续2天拢有妇女行上街路，抗争标语写着“无女权，塔利班就无合法性”。塔
利班青衣三公已经攻下反对势力最后的据点庞吉下省，全面掌控阿富汗。声援官媒啊对抗民情庆祝，在喀布尔至少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穆加希德推文谴责，呼吁声援唔通安尼做，以免伤及无辜的百姓。不过，庞吉下省实际政府犹原无明朗。反抗军领袖小马苏德甲前副总统沙雷拢否认沦陷的讲法。沙雷还佫出现巴铁敌人释放家己已经逃亡的假消息，表示目前面临巴基斯坦支持的盖达恐怖组织甲塔利班双面攻击，不过部队拢无惊，犹原是正野面，双方各人讲各人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估计，局势有可能变作是内战。塔利班敢会当巩固权力、稳定统治，也是真歹讲。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因为气候的变迁，还有咱人类迫害人动物的生态地，有真侪动物已经特别断种啊。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昨日公布新版的濒临危险物种的红皮书，新增加4000个物种，目前追踪的总数已经有138000多种啊。这个用要绝种的动物当中，有38000种，亲像是科莫多巨型杜丁、鲨鱼、还有胖仔鱼这款，拢有可能会真永远的消失。不过，有一寡物种，亲像是乌昂绳，因为保育了袂歹，数量有增加。日本各地鱼市场拍卖乌昂层的情况，反映民众对伊的喜爱。两成过节互伊登记名列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的濒危红皮书。不过今年经新版名单当中，市场商业也相继乌昂层伫针对投入10年永续保护措施了后，族群有回升的现象。太平洋乌昂层为寄贵，维修等级降价价贵。大西洋北方乌昂层各为濒危的 EN 0-3级，达到无贵 LC 等级。不过，依然爱采取永续渔业手段，才能长久保持。Because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tuna fisheries, so that really is exciting news. It shows that for marine species, if we really work hard and work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s, work with the fisheries industries, we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harvesting.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指出，失去生态地、过度开发加非法捕猎，加上气候变迁，都是野生动物直接威胁。红皮书所评估138377个物种当中，有28%，也就是38000多鱼，已经面临为野外灭绝的高风险。世界体型上大的四脚蛇科莫多巨蜥，因为大印尼小段它群岛面临海平面升悬，未来45年内生态地会减3成。被列在濒危 EN 等级，红皮书顶悬1200种鲨鱼甲红鱼，有37%面临灭绝危险，也有16%的两栖类、12%鸟类族群也有这个问题。There are a lot of trees that came onto the red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fungi, lots of new additions to the red list. So close to 4,000 species were added to the red li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这新版濒危物种红皮书是伫法国马赛全国保育大会顶悬公开，4年一摆会议因为疫情延1年才举行。高岗议定要讨论挽救生物、生态地甲阻止全球暖化这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开幕演讲，好莱坞名车哈里逊福特也出席响应声援。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调查局航机组的人员的毒品案才拄当结束，即马阁爆出历史上头一站侦查笔录互偷摕去案件。这件事件是一个政治现金的证人，利用互约谈的时阵，甲笔录甲相关的资料影印本隆重摕走，而且竟然是到政治现金案的当事者通报了后，调查局才发现这件代志。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进行调查一件立委政治现金案，不过证人伫约谈的时阵是探到调查人员无注意的时阵，是甲笔录还有提示的资料影本来偷走。了后是甲去调查的这立委来讲，立委是向调查局来关心这案情了后，调查局发现资料外流。调查局今嘛对此是发出新闻稿表示，已经要求证人甲资料交转去，对着后续调查袂有影响，并且嘛依法来追究刑事的责任。另外，现场调查官的行为违失的部分，调查局警方室已经依照权责伫调查当中。调查局嘛强调，一切是依法的调查，并无高层接到民意代表关心的事件。南基站并将依法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
至于同仁为师部分，本局政风室已依权责进行调查中。不过，近期才发生调查局人员偷卖毒品的案件，即麦发生着笔录去逃走的事件。外界嘛只是讲这螺丝有松去，有法界学者是认为讲这偷卖毒品是长期犯罪行为，甲这个证人逃走笔录的即时疏失是无共款。等到这个事件是反映出这调查官因的业务伤济的状况。侦讯室里面，他又要面对当事人，他又要处理事情。我觉得在整体的人力的安排调配上面而言，调查局可能在这个部分要重新的做审视跟检讨，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调查局都在做保防、做情治，而是要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司法调查者的角色。或者是希望调查局甲资源强化伫咧司法案件调查，减少人员业务伤济，等到发生着疏失的机会。记者张志雄、平遥组台北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早起去视察嘉义太保的科学园区议定地，正式宣布要去嘉义科学园区。另外，伊嘛去嘉义市的肉品市场，答应要拨经费升级市场的设施。所以今仔日，咱伫遮宣布，咱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科学园区的消息。嘉义县长甲地方民意代表拢站起来拍婆啊！这个占地88公顷的园区，按总会提供大概5700个工作机会，一年380亿的产值。未来大概有3个发展内容，一个是智慧农业，那精准健康，还有智慧载具。那这3项拢是未来这个科技那发展的未来性的产业。嘉义县的行程结束，苏贞昌阁来到嘉义市，宣布替肉品市场的相关设备来升级，建立有 HACCP 认证的现代化制造，只要经过中央协定经费，按算3年来完工启用。今天院长来了，让我们整个肉品市场它的整个现代化设备的提升。目前呢，虽然先核定了1.6亿，但是就像院长所承诺的，后续完整的希望一次到位。苏贞昌这个月连续来嘉义宣布几项重大的建设，伊表示，不管是产业提升，也是食品安全，拢希望会当替嘉义伫台湾创造更较侪竞争优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地方风送头，9月初1开学啊，大部分的学生囡仔是册包歹咧，就去上课。不过花莲秀姑峦阿美实验小学有一个念耳仔祈福仪式，由头北甲学生甲老师念耳仔，希望因会当好好学习。今年进入第2年的花莲后宫秀姑峦阿美实验国小，为了维持部落传统，为旧年开始会安排部落导母对小朋友念耳孔。今年较无共款的是，学校安排7位行政老师，包括校长，也招待互导母念一个。在我们鹤冈国小担任校长，希望在鹤冈国小能够有优秀的一个学校，在学生里面呢好好教导学生，将来就有优秀的老师去。后宫秀姑峦阿美实验学校是全国第2间阿美族传统部落学校。2020年开幕了后，学生人数只有15名，老师却真少。伫学校的拍拼，今年学生增加到18名，也增加7位老师，地方拢真欢喜。在这个母语上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像舞蹈啊，像原住民的语言啊。都有成就了。今年的学生新生不但增加，又有转学生进来。那我们会以我们去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基础，包含我们在族语上的一个努力的推动。今年接续要产生我们的族语的自己的教材。学校强调，念耳孔祈福是阿美族长辈对晚辈的关心，维持这个传统就是上重要的生活教育。所以今年将原本9节的原民课程提悬到72节，增加部落生活素养，让囡仔更加了解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26度到34度，
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